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郭文泰卸任到台北市长了后，佫转去做医生。今仔日上班的第一天，早起的7点半，就为因兜用行去台大病院来上班。郭文泰讲，伊本底是要骑王世坚送伊的脚踏车，但是上班骑去，下班就爱佫骑转来，安尼骑来骑去，实在是无利便。郭文泰讲，今仔日登去病院头一天，有袂少报道的手续要来处理。有关明年2月退休的代志，嘛爱甲人事处来讨论。赶一个乌色公事包出门，前台北市长郭文泰卸任后第一天，登去台大病院上班，提早30分钟出发，为厝内直接行去病院。王世坚送的脚踏车先放一边。因为他打包的时候把我打包到那个办公室的去了，没有带回来这一边。我后来发现不太方便。怎么说不太方便？骑去还要再骑回来。王世坚说要再补送一件龙袍给你。哎呦，那个不要理他。郭文泰恢复医师的身份了，个人精神拢加真好，脚步嘛加真紧，较无8点尔就顺利行到病院。冷风正透，伊准备完成报道的手续。太久没有回来，这个从人事处报到外科部报到一样没，全部走完，我看就1天没办法。办退休有预计大概多久会提现？这还是人事处跟他们谈了。敢若报道都要几工，不过这个办公室已经甲变好啊。他们连夜在打扫，我第一次去看，哇，脏的跟垃圾堆一样。我昨天取照片过来说，怎么干净这么多？经过8年，搁转去台大病院，郭文泰嘛表示讲，有机会会搁找可立民、市警中等等的老朋友来开讲，搁展开伊的白袍人生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